台湾的医疗技术受到国际肯定。来看这两个跨海来台湾求医的案例，一个是关岛32岁男子，体重281.8公斤，伊来台湾做减重的手术，伊嘛是全台湾做减重手术体重上重的病人。另外一个是澳门的黄小姐，因为化疗，这个骹腿的淋巴内水肿，就是俗称的象腿，严重影响到生活。来台湾治疗了后，3年来拢未当穿的牛仔裤，总算会当穿了。因拢真感谢台湾的医疗团队。看这边一下，这位是来自澳门黄小姐，详细看伊骹腿，外人一定想袂到，伊一老会当穿牛仔裤，对伊来讲是非常欢喜的代志。过去3冬来，伊亲手正脚正起来，就是一般所讲的上脚的困扰，每工痛到无法度行路。走路不方便，每一天都肿起来，很辛苦。做了这个手术，现在这个舒服很多，慢慢好起来。2礼拜外前，伊来台湾就医，甲原本增加2倍大的正脚变成即马正常的模样，对医师是充满感激。所有治疗淋巴水肿的术式里面，这个术式也是伤害最小的。另外，这位是关岛来郑淑雅，今年32岁，体重是281.8公斤 ，BMI 是95，这么悬的 BMI 比正常体重的人加3、4倍。伊来高雄的便宜求诊，进行微创胃切刀手术。手术后的1周，他的身体状况就相当稳定，他其实就可以回国了。医师表示，伊是目前全台接受减重手术记录内面 BMI 甲体重相关的病人。2个案例嘛再次见证台湾的医疗技术非常优秀，帮助真侪跨海求医的患者重新找回自信甲健康。